大家好啊，我叫紅紅啊，係康寧犬舍嘅好幫手。喺呢度住嘅兄弟姊妹都係老弱病殘、被遺棄嘅動物嚟㗎。我哋嚟到呢一度可以話係得到重生嘅生命，大家都會幫我哋改一個新嘅名，俾我哋忘記前主人嘅殘酷對待。嗰啲喺街上面流浪嘅日子，隨住時間過去都逐漸釋懷㗎啦。喺呢一度嘅護理員每一日都好忙㗎，因為嚟到康寧犬舍嘅毛孩都好需要人照顧，日常護理已經可以忙一個朝早㗎啦。作為姐姐嘅好幫手啊，當然我都好忙啦，到處巡視一下，睇下兄弟姊妹有冇咩特別嘅需要同埋緊急嘅情況出現，因為佢哋好多都係周身病痛㗎。當然啦，對於我哋每一日最重要嘅事，梗係食飯啦。呢個亦都係護理員最忙碌嘅時刻，因為我哋食嘅糧食、需要嘅藥物，每一個都唔同，佢哋都會細心分配好，再送到去我哋面前。健康嘅老友記可以慢慢咁食，但係有唔少需要護理員人手餵食噶。當中嚴重嘅老友記連企起身飲水都好困難，但係護理員都冇因為麻煩而放棄每一條生命，對我哋都係細心照顧㗎。有時候我睇到都覺得好攰啊！走路去玩咯！一班老友記聚集一齊嘅時間，傾下偈。時間都過得特別快㗎。康寧犬舍重病嘅毛孩太多啦，醫療壓力極大，只可以努力對外向各大有心人士集資，添加醫療設備㗎，減輕患病帶俾我哋嘅痛楚。我見過好多啱啱嚟嘅朋友，因為受盡痛苦而唔相信任何人。佢哋亦都曾經咬傷過好多護理員㗎，但係時間耐咗啦，都慢慢開始敞開心扉。妹啊！嚟到康寧犬舍嘅朋友都係由絕望嘅眼神變返渴望被愛嘅目光。到咗夜晚啦，呢度都係維持正常運作㗎。因為患病嘅兄弟姊妹需要24小時照料，夜晚姐姐都好忙㗎，除咗要確保我哋正常入睡，仲要去清潔犬舍每一個角落，確保唔好滋生細菌。對於患病周身痛嘅朋友，有時轉一個夜晚都搵唔到一個舒適嘅位置，所以安心咁入睡呢，對於佢哋嚟講係非常難得嘅事情嚟㗎。姐姐仲要為個別嘅老友記準備先食，因為夜晚都唔例外啦，需要按時服用各種嘅藥物。好眼瞓啊！但係我同姐姐都未瞓得住，因為夜晚隨時出現突發嘅狀況，就算係凌晨啦，都要帶住重病嘅毛孩去睇醫生㗎。我哋嚟到康寧犬舍會由護理姐姐接管。到咗我哋生命盡頭嘅時候，護理員都會親手送別每一隻動物，俾佢哋離開嘅時候都唔會孤單。我哋嘅壽命本來都唔長㗎，老友記們大半生受盡痛苦，希望可以喺剩低嘅生命入面感受到仲有好多人去愛佢哋，就算病得好重行唔到啊，都可以喺天台玩下，一齊睇下藍天白雲，曬下太陽，同姐姐跑跑跳跳出身汗，一齊開心笑下，我就心滿意足㗎啦。希望大家都支持領養，支持康寧計劃，俾流浪動物有安享晚年嘅機會。